剪生意呢，加人根本冇按好东西啊，染到把盐你就加咁半。我赶快搞。好来。兩樣版。冇啦，你用帶啦，用帶啦。唔幫電好冇？好，來幫電。來盾棍啊！細細個時間有間廟會杯。哦，哎呦，廟會杯大 kilo 嘅樣。哎，愛要賺千九第一名。是那樣搞誒。廟會杯哈。3號選手恐龍偶像。廟會杯，原來陀螺是這樣玩的。那個廟還在嗎？哎，你聽沒有片，看到原來踩高蹺真的很厲害。這有什麼困難度？哎，我跟你講，起碼就有困難。可能我這踩下去它就變半罐，你要不要看？我要看剩半罐。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好，今日係你共用老年的特別計劃啊！哎，童年輕神清。哎呀，童年的回憶啊，實在是非常的多啊！係啊，好高的回憶哈。我記得你的回憶，天五的啊。哦，天五的係嘛，係你的回憶嘛。哦，這個係明天到。哎，對，當到好高的啦。今日係啊，咩有唱到當到特別裏邊。哎，冇錯，分享。哎呀。好朋友來到現場，哎呀，我哋分享嘅童年好舊嘅東西，還有創歌，創歌本太堂，現創歌嘅，阿張嚟舊好舊嘅東西，好，來，有唱到 TV 啊 ，T1組哦，T1組哈，你用 V 寫啊妹哦，你用弦弦還有臉皮弦，雙弦，來到安，帶來後頭歌曲，來頭馬歌嚟。太太嘅笑容，細細嘅樹，把一扎太陽，愛呀這世界係客家快樂小朋友，客家，世界本就係一家，客家，世界本就係一家。太太嘅笑容，細細嘅樹，把一扎太陽，愛呀這世界係客家快樂小朋友，客家，世界本就係一家，客家，世界本就係一家，黑黑的頭髮。黑黑的眼睛，大大的笑容，小小的手，畫一個大圓，愛這個世界，我們是客家快樂小朋友。客家，世界本就係一家，客家，世界本就係一家，客家。
可以组合呢，哎，真的呢，轻点一下合起来嘞，应该不错呢，不错嘞，真的吗？哈嘎哈嘎，哒啦哩，哎呀你轻点音了哎，这样装起来好讨厌。黑黑的头发，黑黑的眼睛，牙齿没有洗啊，没有刷牙，对，哦，今晚分享童年小时候好高的事情，有嘛？有嘛？那有，先讲，先讲。那细汉的师傅啊，有送一个泡，水鸳鸯水鸳鸯。啊，师傅小时候呢，我小时候还是讲国语，我们慢慢的听得懂嘞。你讲牙嘅客啊？我咧送的师傅呢，因为我哥哥，我有真多哥哥，过年是讲有一多十哥哥，嘿，我有真多哥哥，真多啊，有强杂阿爸强啊阿妹强的。一个款款的，啊，真多无款款。哦，一个家啦，堂哥表哥啦，堂哥吓死我了。然后我们就玩那个炮，甲师傅诶，母海fin。有肺，唔过呢，家师傅係寒天，啊是冇肺，真病噶。呢，是要死開死得假，啊鬼母是咩就真的中意。确定？等一下，翻译啊！有嘛该不卡有嘛？诶，嘛该东西啊？对啊，反正就是我们家有细体的死開嘅死體跟死掉的魚，死虧的然後就是水池那邊都是死掉的魚，然後我哥就把它泡水鴛鴦，孔大家沒女的，放進去魚的身體裡面，然後他就說，培訓，我講嘿娘子啊，佢講吼，應來送泡，啊hen我起大家沒fin。叫我站在那個魚旁邊，我就說好啊，然後我就站在那邊，然後一群哥哥就這樣1、2、3，然後就有5隻魚同時，哇！結果他們那個吸毒女的都有衝，都有那個蛆，然後那蛆都炸在我身上，全部噴。然後我就看哥哥他們一開始哦，那種趕車，他們就這樣，因為他們也沒想到，他們就，然後下一秒就。然後我就看我一群哥哥在前面，哈哈哈哈，然後我以為他們覺得我很勇敢，我就這樣，哈哈哈哈。那時候你幾歲？應該國小1、2年級。哇！然後從此以後，我都覺得我很勇敢。哦，你真的很勇敢哎。那個時候被炸到現在看起來鏘鏘的。結果不是炸魚，是炸人嗎？哎呦，那個多臭啊！對，我現在其實愛舔胸盔啊，我已經忘記那個感覺。而且我哥哥以前會撿那個羊屎，然後裝在那個巧克力的罐子。以前那個柑仔店不是會有透明一顆一顆，然後羊屎，然後裝在裡面，然後拿給我吃。然後我吃完之後我就說：哥哥倆吼，巧克力的味吼冇捆款呢。他說：嘿啊，因為倆還貼配頭大很鮮的，很像草油丸的味道。哎呀仙仙呢？我的比較正常，我的很正常。你有多正常？就是我小時候是玩豆片，第一兩片，對，這個是豆片，這個。哦，這個是咱們小。這看起來好像糖果的瓶蓋哦。沒有，它就是在之前好像是用酒瓶的蓋子，然後把它壓扁。但是我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就是它有很多就是神奇寶貝上面的圖片，然後其實它每個厚度不一樣。有啦，有哦，而且它還有很大片。有啊，有買過本啊，生也搞過，是9 天啊，所以幾個用時就買啊，某做嘅嗰種卡片有冇？哦，就是那個會那個什麼哦，我戰鬥指數多少那個？對，但是我比較玩這個，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較有那種真實的那種感覺，戰鬥真的有那種刺激感。如果你拍打來打去，那就那所以這些世界高模用塑膠片，就是各種卡通圖案啊，有大有小。哦，愛寫是夠癟嘅。別嘅，昨天蒙哈，自拍的，對啊。哇，越講越古早。好啊，好，那我們就來玩一下。來搞一下，做得嘛？好，來。哎呦，先給豆片，先說明一下。豆片呢，它主要的規則就是2個，然後拿，
这样子敲，一人敲一下，一人敲一下，然后只要敲到，他这样上去了，这样代表上面那个人就赢了，你可以把他的带回家。那是不是要大家分好几个这样子？我们先玩3战2胜，反正3战2胜，从里面挑就好了。看要哪一个？啊，你先老P先告一下，你们双先玩一下。那我拿这个，对，然后拿麦克风。艾特你该先。好，来，好，没有分界线，没有，就是随便敲，就是你看你单手就可以哈，可以，这是我们要单手一点吗？你需要很大范围吗？不用，来，你先，爱先，哎呦，多个呀，太过去了，你要不要过来一点？对啊，等下掉下去呢。那你们都是在桌上玩，要地上玩？只要是一个平面都可以玩。那我的身体也可以在山上玩，你的身体很平啊。飞机没有，你有凹凸的，所以那我就放心。哎呦，空军节的时候可以放假。这样，对，只要不离手是不是？没有，它就是因为它太远了。OK。哎呀，比下嘞，那天赶现买哦。现买？哎呀。吃掉哦，现买就要吃掉啊！哎呦，太多糟了。呀，嘿嘿，青州拢暗，哎呦，做得安了，做得，不弄嘛？你好方式正常都是用推的啦，应该没正常，这样不行吗？你从小都吃羊屎的，因为正常。有亲男呢，对啊，那有可能啊。他们有可能冇样呐，给 NG 啊，你还高贵啊？什么？哦，也要搞到那勇死啊！系啊，生意嘛唔爱去开啦。哦，仙仙可能是因为住在那个新浦，是不是新浦的嘛？提前养嘞，对，这样他就赢了，就赢了呢。那是他的嘞，他的豆片了。哦，所以他可以带回去了，是吧？对，3战2胜嘛。正常对玩要3战2胜啊！正常是3战，对，3战2胜，然后就换下一个小朋友。没关系，那你们我们去旁边玩，顺利养。好的，换我跟他。你要跟我玩？我要跟你啊！我豆片王哎呀！拜托，为什么要你帮我选？我要自己选。好，那我紫色的哈。好，来。哎呦，你先，我让你。为什么帮罗哥加油？姐姐，你差点自己送上门来嘞！没可能啊！媳妇喽，会，解决了！好啦，安波，你豆片王，我名号让给你。妨碍啊！换我，我帮你啊！爱嘛有特送的米片哦。你会给谁喝高的东西？你不要叫我们吃屎啊！看谁吃最多颗。不，你在搞黑马盖？刚刚那个表情不好看。手不好看哦，手不好看，不对哦。波吉有吗？好高。波吉有吗？孔达尼下孔达尼哈。要踢奶茶，踢奶茶，然后要分2组，用足还有。然后呢，剪刀沙跳布，剪刀石头布，西布呢？聊大块。我打轻块吗？对，打到最开。喜颜印就是输的人呢，跪起去开。输的人叫喜颜印，喜颜印啊！喜颜印呢，2改拢会去开。用啥用啊？用啥一组哦？那洗100切按100，一堆班炸起来有。3秒起不动啊！起得当红3秒钟，起得米松3秒，头破的，头起的，头用肌。用英和的方式都做的。做。爱显一感应，很显一感应。爱先头显怪的啦。怪，哎呀怪，你的荧幕请你按你嘞。你要选动物区吧？那我也选个动物区好了，恐龙好了。Dinosaur， 恐龙偶像啊 ，Dinosaur。来，你跟他。你们爱上头甲黑头麦。我马头贴。按卡西啊！按用准备好嘞，没有脱鞋啊。那谁要代表猜拳？慢点。谁摸？好。你的鞋子还会褪色？染色。那个是，我第一次蓝鞋子。
被发现。哎，就叫你不要买便宜的鞋子哦。下次买双不会褪色。这什么鞋？我应该没俩双啦，你双100走的啦。这一双吗？你这双哦，对啊，这样褪色。这双会褪色哦。哎，贵买补鞋的，罗哥，我喜欢你这个，他看起来挺像蓝染，还不错。补鞋的啊，贵的黑蓝鞋的。蓝鞋的。也哈嘎色啦，客家蓝染。来。剪刀石头，不上去吗？这个还需要吗？哦，这个2个都可以上。对呀，好来，剪刀石头布。好了，六三，哎，站起来啊！现在要站上去吗？哎，还是明天？好，来，开始了。1、2、3，好了，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哦，站起来。芹菜喽，加油！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3秒钟呀！你真的一直洗耶！一直洗。3秒。1、2、3。哦，OK 了。剪刀石头布，加手，加手。一直洗呀，这奇怪呢。哎，两个蛮奇呀。好了。把等一下，用完没有？哎呦！3秒，1、2、3，哎，冇到3秒。好暗的呀，哎呀啊！够100。来，够100。1、2、3。我们管中辽论示范的哈姆立克法杠到一发好按。哈姆立克法，不。哎。还好，很不会做的了，来，1、2、3，好，等一下，明白？你放屁啊！想一下，1、2、3，来，拿，很好看哦。再对折。啊，对呢。你知道踮脚了吧？会垫脚？不是啊，我先背你啊。单只脚，1，那还没1，还没1、2、3。哦，观众朋友，你要看到黑日月潭黑某水时节，就是都在怪一个普一来。沉淀啊，压到沉2层，看到2层的呢。还有5张哦。石头布。好，不问题。哇，要尿气。哈姆立克法。哦，给你用啥？1、2、3秒钟。好了。1、2、3。哦，做的。关根基。什么意思？关根基。弯引。问谁来？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这个要怎么站啊？来，杨有奇啊！垫脚。不是，老师你拿着脚站在上面。新娘抱啦。哦，老师你好，你应该很久没有被其他女生这样子了哈。快点！哦！真力女超人，露底裤了。声音，小心。跟大夫啊！1、2、大夫啊！罗哥，你已经看他底裤，你看底裤。输了啦！输了啊！太累了啦！老师用虫的啦！来，来，欣赏，选错队员了。哎，你那是内裤还是安全裤？安全裤啊，不是内裤啊。不是，你要看内裤吗？啊，可以不用。好啦，谢谢。漂亮的朋友嗨一组，好不好？很棒，好，来，嗨一组的买。嗨一组，请起过来带来荷塘的歌曲哦。好，来，欢迎过播级别，好来。马了大那赞呐！以前生意呢，加人根本冇按好东西啊，染到把盐你就加咁半。赶快搞。好来。两样版。冇人痛带啦，那你帮的哦。
来帮那顿棍啊！我很好，你知不知道？小个时间有个庙会杯。哦，哎呦，庙会杯大 kilo 的样哎，要转千九，第1名。是那个哎，恐龙偶像。哇！庙会杯，原来陀螺是这样玩的。我那个庙还在吗？啊！撞那牛啊，講起西河邊啊，泥沙了來換那水啊，做伴了鹽啊。做那騎馬了打那戰那，搞翻了天那。先生，奇怪先生，奇怪洋葱的傳統的歌唔可以俾人上水木嘅，真嘅，真係有味道嘅。他媽啥會上水木？撞到會上水。你們太老師了吧？你吃了什麼老師藥嗎？冇啦，之前比賽嘅時間，啲人咧傳統做嗰邊，有冇？哦，特別潮到嗰邊，真係強強我動唔衰啊！跟唔愛冇？唔愛啊！那精神情況，人應正堂。哦，講到啊，你生嘢好搞時間。奇怪先生青島，也夠青島到啦，加藝創嘅歌嘅地度就有咩？整到河巴嘅泥沙溫水做扮演啊！啊！誒啊有咩位啊？唱有高歌，佢唔敢識，佢都演我教加拿方咧。用嘅演員係對，嗰個藝講啊，佢啊也係做嘅乜嘅嚟楊幂嘅啦，做楊幂嘅啦。對，子夜喂，衝嘅，子夜怎麼自己做？用報紙，嗬。誒。佢只有就以前都疊報紙啲，報紙啊，佢做嘅削到，做嘅哦鋪咩嚟？鋪咩？老人家我當到都佢做磨爛啊都要啊嘛，所以咧人都同意先去啦，就嚟做事業為一定。當然啦，千做嗌到家下我都嘛夠訓練咧，訓練咧。佢嚴到有點像馬年樣嘅棍咩？上到哪裡？茶檔多哦，茶檔多。冇強樣係嘛？以前喺度都擼筍啊，我嚴到人家嘅茶跌下來嘅皮帶嘅嘛。哦，像人講誒講嘅乜嘅咧 engine 咧，皮嘅。皮帶，佢都呢帶啦，哦，杜康啦，engine 嘅這個，對，它細條嘅，叫做嘛，嚴到嚟就嘛了，棍，但是棍冇神奇啊，我用有東西去同佢作定來搞，就後尾就變咗我個棍鏈咧，棍鏈咧，佢娘都有棍哦，冇，佢單單用硬化鐵嘅東西啊，跳太窄就做唔嚟溫柔，做一度到一太窄嘅就度好，哦，冇辦法用嘅嗰種，係要，以前喺度咩用石頭。石桶看水，跟石桶當到佢底下，我跌鐵，佢突然間咧我跌鐵，
跌退的時間就拿來木鐵啦，佢就等於木鐵嚟，對，木鐵嚟以後，然後拿來滾。哦，佢用嘅痛嘅嘅，對，你結帶下有一隻眼鏡咧，佢到佢落鐵啦，嗬，佢就飲到人就嚟加咁高，所以佢咩係沒有想講嚟做呢一東西，也就看見大咗，有咩係自家做，佢用慢講咧，佢係去到嘅樣係廢銅廢鐵咧。看到嘅啲咧，我講，佢就背條本喺度，基本講，做嘛？我講，我哋天視台表演，叫有音樂，佢就拿去電視上，係拿睇下看，來看嘅。跟大家見到講哦，最後我要打出贊助廠商，哎呦，呀嘿茶嘅杯吧，呀就四郎茶，呀生意呢是四郎茶，以前生意呢，家人根本冇安好東西啊，飲到把鹽你就拿加咁貴，都也。也冇好也未啊，就強過就一樣就好。同你講，買摘來啲天。先生嘅攞哪裡？好，哦，一樣個。呀，就我自家做，呀，就我自家做。哇，好，另外啊。錯誤的示範，錯誤示範。咩一搶法啦？哦，搶法咧！哎呦，厲害哦！哎呦，做得了。對，呀，實在哦，以前人哋生意嚟滷。跟馬高滷啦，沒磨好清，應該是混法，但是來吃夠啊嘛。但是一聽那用對吧？係嘅。對，一聽啊，沒做對啦，做對啦，拿麥克風。滷，哎呦，好厲害哦！來咩搞？好來，兩樣版。同樣，挖到該挖什麼了？睇到咩？呢啲要鬆一下，鬆一下意思咧，所以冇人跳帶啦，那唔幫den好冇？啊，來幫den那種滾啊！扣點他孫哦，扣點為他孫哦。哎呦，哇，很厲害哦，棒哦！哎，羅哥，你多了一項長才。對，我以後就沒有工作的時候，我就去考街頭藝人，然後一整場都一直轉圈，把它練好練好。有你會教嗎？有你會教嗎？來，好嚟教。做位老嘅。跟順康係要能去嘅。跟樣子，跟好多鐵鉗嘅做。鐵鉗嘅，冇強用嘅嚇。對。有咩線上做嘅哦？佢唔係，也好，跟前買啊，佢冇人改呢，一開呢，人家嘅乜嘅痛嘅跌下來，強用係用夠嗎？強用，你一看出捷差特，你一看出會，你台北的那個腳踏車，你說應該冇講，因為咩市場菜，來，哦，來，你給你好，來，第二片，用啥來避水下好一條線呢，好嘛，來，快慢，滾過一，快慢滾。大家啲都跟對面嘅簡單，其實冇簡單，冇人改，真的冇人改。多兩片來。哦，你看啦哈，示範，好，呀，要做手臂點？嘿，好，來，很厲害。 1、2、3嘛。來，預備，起！人衝到崖嚟。這位有教過嘅感覺。十二個就到你啊！哎，我攏講，你係得技巧，哎，聽人技巧，你做唔得定。崖要聽人技巧啊！冇看到啊！聽人技巧。這個也都冇平衡感，冇平衡感。哎呀，總會較簡單。做的你吃看看，呀，總會較簡單。你要數一定要有一點力的。來，你跟他比好了，你看在那邊來，你跟他比。來，你們兩個來。P奶比啊！哎呦，其他有，哎呦。是要買到冇？要買到。應該買到。要買到，要用買。要查啲奶比。呀，要較發啦。要因為較發，也給較太機呀，你呢較發，所以人家就用較太。哦，所以要去把呢做嘅嘢嘛。係。然後
原先的后后以后下巴落。哦，有啦，哎呀，兄弟我用蛮高的嘞，上堂也等候堂。讲真的，迄他甲讲真，你撞下吼，买到遐种哪有高啊？哎，几分难得，还有比较高嘛？还都高嘛？好了，来，都比一百。轩，来，那个哪吒的那个法器，给他拿出来。来。很好玩，哎，你很厉害。好，来，好，吉那妹要准备哦，闪你要哦，等下，来，好来，排好位置，好来，预备，吉那妹冲啊，没闪，好来，1、2、3，开始。轩，你偏赢了，轩。吉那妹，帮到吉来用手哎，吉那妹偏赢呢，所以魔安改。哎呦，魔安简单，轩再一次，可以啦，太快了，你太快了，慢慢的，太快，你太急了。哦，魔安简单吼，看人高。再来，过一百。他听听嘞，预备，开始送一下。送上你高回家。老师指导。送一下。送就一样。往前推。1、2、3，Go！ 我看了，有些人就是没有玩这种天分。学姐，你就回去玩你那个豆牌啦。哎呀，豆片。哎。某两组不拿出一吃啊。先来，我们回家练习。不止个呢。你问他，这个你拿回去了哈，慢慢练，回去玩，慢慢练。还有什么奇怪欣赏？谢谢。自家做完的，自家做自家搞，不是特别世界啦。对，全部每个东西就自家做。DIY 乐趣多，对吗？好，安子 C， 什么欣赏？谢谢。好来，杀下来玩，我买。杀下来玩恐龙偶像。哎呦。带了后堂的歌曲哦，这个嘛变了呀，哈，变了，迄几个听一种单曲，听一条单曲，啊，叫草马歌，唔对嘞，听看啦。相遇，这个街角，这个温度，谁还在乎街上的行人？没有谁能察觉我的仓促，没有谁被辜负。当时的你，那时的我，都不认输，受伤的我们。没有谁能让步或许糊涂。我很好，你知不知道？生活已经不再以你围绕，我一直有说到做到，不再让你成为我唯一的烦恼。我很好，你知不知道？当我想起你已经的微笑，晚上我已经睡得着，只是夜里几点睡着，我不知道。相遇，这个街角，这个温度，谁还在乎街上的行人？没有谁能察觉我的仓促，没有谁被辜负。当时的你，那时的我，都不认输，受伤的我们。没有谁能让步或许糊涂。我很好，你知不知道？生活已经不再以你围绕，我一直有说到做到，不再让你成为我唯一的烦恼。
我很好，你知不知道？当我想起你已经的微笑，晚上我已经睡得着，只是夜里几点睡着。我很好，你知不知道？只是在夜里寂寞会缠绕。我想我只是在寻找一个理由可以把你忘掉。我很好，你知不知道？你说时间是最好的解药，能给我再一次心跳，不再挂念那里的你过得好不好，不再挂念那里的你过得好不好。谢谢西蒙朋友。哎呦，隆重的，罗哥好，帮你拿出这块。怎么？你刚刚应该放下面一点点，对，这样。要拿麦克风，要有那个花瓣，这个那个。好花瓣，我下去准备一下。哎，好听。后堂啊，谢谢。但平狗哎，要这个最新单曲啊，第一条单曲，第一条。奶清后，我很好哦，没后堂呢。但凭良心讲，两首我都听过了，第二首真的比较好听，变了，哎呦，真的好听呢，谢谢了，对呀，好听，而且他第二首唱的真的比较有感情，比这首唱的还好，真的哦，所以他我很好就是有点虚假，对，这首歌有点变得比较真心，就有一个有点想要走周兴哲的那种味道，哦，有这个方向，对，但是就是他又不是周兴哲，我是周星驰，哎，周星驰就厉害了，哎，介绍一下来聊歌，新专辑的介绍，聊到咩？老陪你买个啦，不过我谈聊个意境哦，你没有在作词人，然后聊天呐，就可以知道聊到一条刚失恋概念嘛，我唔想要分骗人，伫我歌都唔好，然后歌都亲好，分该长离开我的人，让他觉得我自己很好啊，我不需要你啊，安永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对，我听起来结论是这样。这个词曲作者是谁呢？七先生哦，7 的那个两首都是他吗？对，两首。对，年轻人。对哦，这个有创作过很多歌曲的吗？有了，哦，罗哥喜欢是不是？对，你是买断的还是那个买断？对啊，真的。可以介绍给我？可以。哎呦，七先生哈，不是以前的李敏南七先生，这就有点久远了。对，好两条歌子后堂，非常后堂，这个都支持一下，而且编曲也编得很好，新后堂真的还不错。你算运气很好，可以碰到这么好的词曲创作人。对呀。罗哥，你运气不好吗？我就罗哥要时好时坏。对啊，以前很好。还是你要买断我？你买断你，我觉得买断你要干嘛？那是厄运连连的，他先了断自己，他先打断你，打断你。哎呀，不错啦，优秀的那个黄金组合出了的东西就会真的，好，加油！现在年轻人的偶像啊，好吧？充电今没有来打歌的吗？没啊，根本也没有来告，没有来告东西，你有小时候的那一些。应该小时候老喧喧汹涌啦，有搞过该豆片哦，哎，13年啦，就上课偷练啦，哎呦，下课的时候我就上课就不读书就对了，对啊，也不听课，没有模拟的读书的，就一个礼拜啊，我赢了60张该豆片，哎呦，这样算很厉害吗？你就靠你那一张豆片吗？对，你有一个 lucky 豆片，对 lucky 豆片啊，然后就赢了60个，对，赢了60个，上课都在练呢。真的哦。不过后来有参加全国豆片大赛，跟小智一起去收腰。收腰。那都宝可梦的豆片。后来就冇了，因为后来就冇了。因为该
因为后来就戒了嘛，就不玩了。为什么呢？因为因为老师有那个啦，发现啊，他就全部60多片就全部拿走了，我就没收。老师到你玩60片才发现哦。会不会老师拿回去？同学不认真上课，老师也不认真教书。老师回去自己那边斗。去给他搞哎呦。不过还有一张啦，还有一张就该陀螺。哦，陀螺嘞。你搞陀螺嘞？有啊，阿公细细时有搞眼。我绑那个速度很快就。他给啊，所以他们比赛的是绑陀螺的速度。没有，哎，老人讲哎，对啊，不是丢手。你有几厉害？小细个时间有个庙会杯。哦，哎呦，庙会杯大 kilo 的样样。哎，我要赚9,900第1名。是那样改。庙会杯哈。我跟你讲，我今天刚好有一个陀螺，你口说无凭，不能超大的哦，来，请阿伦，等一下，我把线拆开。对，拆开看他绑多快，对，看你多快，还有姿势哦，对，妈姿势，好来，来哪里啊？预备，哦，哎呦，专业哦，不差，哎呦，专业哦，好像不错哎，不错。哎，你胸正经有搞过呢，你还有姿势哦，该手势还有该动作，最后的 ending 隆重有该姿势。哦嘿哦，你做一整组好不好？哦，我们要闪很远是。好，来，闪远一点，要不然怕被他陀螺打。3号选手，恐龙偶像。哇！庙会杯，原来陀螺是这样玩的。那个庙还在吗？什么庙？冠军哦！哪一间？奇怪呢？高博100几飞啦，这一段我们留着好不好？他一定整的哎，当偶像就是这样，有偶包对不对？来，好做法哦。哎呦，还真的有按钮就有了。哎呦，哎，刚刚有那个小智的那个姿势哎哦。有啦，庙会杯冠军，这个爱。你3赢比赛啊！你当冠军，罗哥是游戏王罗哥有在搞款啊吗？真的哦，对啊，是罗哥亲力会呢。我都玩那个大颗的，要转。他今天真的有准备，你等一下哦。真的假的？对啊，罗哥不用啊，我们有大颗。大家都喜欢出一只嘴嘛。来，有没有绳子？我要绑一下。罗哥吃看了，然后拿2个来。庙会杯第2届。挑战者罗斯峰，来，帅啊，帅，为什么？有，他气若游丝的在转，没有，他花式，这花式是不是？花式就是45度角，对，有跟着地球自转公转，他会把它一丢到佩璇头上这样，对，没有定点陀螺。罗哥厉害，是我们以为他往前跑，结果他往后跑。就是让你猜不到，出其不意哈。我很团的，谁要玩？慢有一个，玛莎，来，蛤蟆老师提过心伤，一定有呀，来，那你们3个一起来比赛，快慢赚9,000，来，我们评审，闹热杯第1届。哎，等一下，有声音哦。先绑好，要从绑线开始，好吗？哦，你个先呢，他粗哎。闹热小虎队，蛤蟆老师，吃到哪个？拿错了吗？哪个干不够就不错。恐龙偶像，你要不要跟他们比一下？就4个，你西傻 Q 还好嘞。来，庙会杯的。我们棚是不是要清空啊？觉得有点危险。来，好嘞，我喊开始啊。好，来，预备，可以了吗？做对了啊，预备起。嘿，哎呦，好，哎呦，林冠群去哪里？林冠群，林冠群的很厉害，林冠群都还有一轮，这个是谁的？很稳哦，世军的很稳哦。哎呦，再来，让他转2圈。哎 ，K 过心伤的出现了，继续哦，你可以打他。哦，哎呦。爬得快，挂了，哎呦，世军还在嘞！闹热杯冠军，彭世军，提过心伤要够100嘛？有没？哎呦，
在演呢，难不倒他啦。哎呀，你知道最近的游戏王，真的。哎呦，好厉害！要差不多，你都节目结束差不多。去按标嘞！哎，真的啦。好，阿勇也会搞吗？勇也会搞吗？跳了，太起来，跳了，搞了，还有四位来，跳了，搞啊，来。我也想玩呢，咱们先会搞，轩来。啊，吉娜也玩一下。好，你们先玩。好啊，那个相片，你还要拿着啊？我帮他捧着。好，我很好，来，绑好，好来。我也不知道，绑好了，随意打缠陀螺大赛。好来，绑好了，做对哈。踏后嘞哈。好来，这位还忙踏后嘞。踏后嘞。快踏到暗很哦。也很去转的，我也转速也夹嘿啊。对呀，我转较久啊，那松去了。松对呀，转对呀。哦，来罗哥来。哎，吉娜，你不是要玩？没洗澡很怕。洗澡好先不给他搞。好来，预备，可以了哈。来，预备起。林佩仙剪那么久也是没有用。那个转法奇怪哎，这一支啊，两个已经挂掉了。跟长很用哎。这是新的玩法。哎呦，指纹厉害。这比哥亲厉害，哎，好稳哦。稳住还没亲厉害。你为什么要拉他？来稳住。哎呦，你这个他打哦，好厉害哦！我加速哦。哎，勇阿迪嘞，真的年纪大的人比较会玩这个。年纪大一点他会搞了。所以哲伟跟世军酸养了，对吧？酸养，呀，恭喜啊！恭喜！好，养了有卖奖品吗？陀螺带回家。也没有。还是要这个签名白板？要不要？要不要？好。签名，他还有一个妹妹哦，你还有另外一个妹妹，等下签给你，好不好？等下签给你，好，OK，好，谢谢。什么东西啊？回坐休息，好。哎，还别告我。你看呢？哎，个亲后告呢？亲后告哎，尤其是拿了避税的发亲后告。哎呀，如果你住那个大楼的话，楼下可能会气死。都敢用。好嘞，杀了，他一边捧世军带来后堂的歌曲。好嘞，等啦。走在天有长，爱去老散发。夏之旅黑毛黑的蔡幸娟，我很喜欢她哎，她真是我。她嗓音，她的声音真的太特殊。时间你都讲啊，冲口像蔡幸娟，你还很敢唱蔡幸娟也是可以啊。来一句，走在铁路旁，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有点恶心。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芦花低头想，呀，青蛙抬头望，一句一句和呀，一声一声唱，瓜牛慢吞吞呀，漫步夕阳下，走在天有长，爱去老散发，白发又卷衫，把永呀来做伴。林暗是用茶，波浪漫天涯，清风吹面干呀，平儿做梦哈。走在铁路旁，我弹着吉他，老牛对我玩呀，和风来作伴，一步一步走呀，一声一声唱，吹一落小伞呀，陪我走回家。走在天有长，爱去老散发，白发又卷衫，马用呀来作伴。林暗是用茶，波浪漫天涯，清风吹面干呀，平儿做梦哈。
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如花低头想，呀，青蛙抬头望，一句一句和呀，一声一声唱，挂念慢腾腾呀，漫不想象，走在天佑长，爱爱去老山花。北方要缺山，马用也来作伴。绿岸是用枪，波浪漫天涯。清风吹面干，也平啊做落霞。清风吹面干，也平啊做落霞。清风吹面干，也平啊归落霞。很怀旧呢。世军真的也很老灵魂哦。正经的，你按跳上，你冲那狗的家家都会有些眼神，超过他的年纪的。对啊，都是罗哥那个年纪的。对啊，要跳过出人忙出神了，对吗？忙出神了，对吗？夏之旅黑毛黑两的蔡幸娟。对啊，我现在过得多好命啊！嘿啊，你还充电吗？对，有一次我们录影，但是说在别的地方录的，他要下来看我们在录影。哦，真的真的。贵妇已经就是没事做。贵妇哦，我很喜欢他哎，他就是我。他嗓音，他的声音真的太特殊。时间你都讲来冲狗像蔡幸娟，但是哎，做咧周真，因为佢啲脱高中嘅時間，係去做嘅學校歌唱比賽評審，佢嗰陣時唱歌，唔係安永慶，佢蔡幸娟那一掛。真的假？我可以來做咧周真，後來這一次是真的。後來我就。吞炭有沒有？對啊，你是為什麼聲音會變？我就變聲了，那就變嗓了。從誰啊？莫會變做誰來的嗓音啊？哦，那編那個任舉安排哦。你還很敢唱蔡幸娟也是可以啊。來一句，走在鐵路旁。走在鐵路旁，我背着吉他。以前唱過，忘記歌詞，歌詞。一步一步和呀，一聲一聲唱。有點惡心。不要互相傷害。哎，羅哥，你中案內啦。我們下一次要辦的是蒙面歌手。蒙面也沒有用吧？蒙面有買好。看身材就知道。不好意思。你失禮了，你收到有，你很失禮。你笑得我。蔡幸娟这个也是行动 CD 的，现场唱也是都没有一点瑕疵，这样子，好可怕，好厉害哦！我们以前在秀场在听她唱歌，嗨，个个奉她为女神哦，真的就好像就很特别甜美这样子。哦，对，她好像以前有被誉为什么小邓丽君接班。哦，对，真的。好，来。很这个时间你待在南部干有干嘛？冇看到东西。南部就係高牛哎。重牛，老牛配你，老牛，冇啦。反正喺南部入面，阿叔請好做嘅霹靂布袋戲嘅錄影台。錄影帶，過來看啊！反正就會停輪椅用下看，所以我小時候的玩具哦，同拍照看我用係，還會收集布袋戲玩哦。啊，唔係嗰種細細哦，係真係嗰種太準咧。有錢人，你爸爸一人就會跟廟會做的用白的呀，有白豆。有嗰種。那個娃娃就眼睛這樣，還貼錯邊嗰種，冇係嗰個人工嘅做壞掉了吧？對啊，就便宜的啊，你買的好的啦，買的好哦，真的。對，然後就是甚至你知道布袋戲有進化史，就係一般係掌中戲嘛，啊，裡面佢是應該有太多電視化嘛，你都會給數位筒誒，阿木組嘅嘢咪嗰種啊，啊，攏係想我很多客人都會買，佢一整個兩三萬嘅3、4萬嘅，佢聽錯誒。哎呀，跟有收集嘛，就有啊。真的附加公司啊，有錢，點解要搞嚟啊？搞嘛？嘛，佢咩帶他個人搞嘅，你會砸紙飛機嘛？哦，小時候有砸過飛機王。真的嗎？哪一天有你唔會砸紙飛機？真的哦。
马上金的会吗？然后跟小 K 老师纸飞机，纸飞机啊，随便折就好了。没有随便的，你要飞得起来呀。可以啊。纸飞机拢系牙有工爱做诶。有讲的嘛个？爱吴啦，我爸爸。哦，我想你爸爸做诶啊。阿吴是爸爸。阿吴，嘿呀爸。阿吴是爸爸啦。阿妈妈嘿。妈妈嘞。阿姨。阿姨。哦，那阿婆嘞？阿婆。阿公呢？阿公。这还有点像。叔叔呢？啊，叔叔。阿哥阿弟。阿弟。哥哥弟弟。阿哥是弟弟，是哥哥。阿弟是弟弟。阿妹就是妹妹。妹妹。阿姊。姐姐。阿姊。啊，真的我讲对了。那叔叔呢？他刚刚讲叔叔。阿叔。我们都直接就会讲叔叔，我们叔叔应该有正确。可是爸爸为什么叫阿呜？可是更早的人叫阿呜哎。爸爸每天晚上狼性出来，阿呜，然后阿姨就会来。阿姨，哦，演了哎呦，哦，阿姨，好有逻辑哦。以前是叫阿呜啊。哎，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来啊？我刚才讲纸飞机，下完课时间，纸飞机会吗？会折吗？会啊。哎，高一下好不好？来，高一下。哎呦，我已经折好了，还没炸破了，不用炸破哎，有现洗。哎呦，你的比较大啊。对啊，我的比较好小哦，罗哥，罗哥迷你哦，好短哦。我的小而美，轻薄短小而精巧，我跟你讲，对吗？哈，哎，有蛮高，有蛮高。等下好，你们人都还冇炸破嘛？能先炸好。等下人三万人先对一种拍子开始炸，然后炸的人要比高给眼看呢。哦，要穿过，一定要穿越哦。嘿嘿嘿。那以前比高一就养嘞，慢先养。哦，哎，跟你砸破人了先，得看啦。好，得看上去。哎呀，歪掉，歪掉。对呀。啊，罗哥嘞，罗哥了。来，我的比较精。我顺便帮你剪。好。啊，罗哥小的没用啊。咋把按挠？好宠哎，张宇浩啦！我折得很认真哎。然后讲有一个高手，我们找蛤蟆老师帮你改造。哦，真的吗？哎，你三傻先蕊病。我们这样好来，开始从折开始，然后折完给它丢哈。好来，预备起，好来。哦，你的折痕怎么那么多啊？对啊。没有，你刚是有先偷折过哈。比较强。啊，试看看。没黑啦。你小时候有玩过这个吗？有，但是都是别人帮我折好。哦。谁帮你折那么好？我弟。哦。弟弟，你都没有手啊，你都不会自己折？但是我折太慢了，你先不要跟我讲。哎呦，思云后嘞。哎呦。哎呀，赶快捡回来，赶快。要重折啊？对，要重折。那我就不用剪啦。哎呦，差一点点。哎，好厉害哦！哎呀，要抹折痕，你会吗？那就一模一样的这样折啊。哎，有人勾出酸，就痒哎，就痒了呀。哎呦，哎，哦，很近。哦，哎，他的飞得好远哦，真的。思云呢？周的。佩轩，你已经起飞过了吗？哦，有还有哦，哎，你会不会太认真了？来，哎，谢杨嘞！哎，我觉得你是靠它的重力，哎，不是飞得远，哎，不容易。没有，我觉得他是靠运气。运气哦，运气好，吃到黑呢，刚好顺风过去了。哎呦，恭喜啊！恭喜！好，啊，我下一组。还有一组，好，还有一组哦。好 ，Round Two 来 ，Round Two， 我有抢到 Andy 跟台柱。小康老师来玩一下，丑到那边赶快衰退了。还有吉娜你也来玩一下。关拳来，来，好来，两片吗？来，小康老师哦，庙会杯大条名嘞。小康老师，庙会杯射纸飞机， Kilo 的两模空用好吗？这个要比谁比较会射了啊？对啊，你不要自以为很会射，有人也以为他很会射，就射不出去。而且要射得准哦。小康老师加油哦。这个，我先问一下，这个东西是
就是纸折丢过去，不用计较什么形状嘛，对不对？啊，不用。你不能丢成一团纸丢过去啊！你想要用这一招，对不对？你不要戳穿我，你让我按摩料给破梗啊！对你还要有飞机的形状。对啊，你好歹用个飞机形状。一台小飞机只能丢一次嘛，对不对？对。好，来，好，预备，来，预备，来吧。有折过哈。好了，预备起，好嘞。我靠，你会，我靠，小刚老师很厉害哎，他用重力加速度的那种感觉，你看，懂聪明呢。你有冇全部看下几集哎？不要急，慢慢来嘿，哎，慢慢来嘿。嘿，好，失败，嘿，该啊，应该止血吧？乱折，哎，再见了，各位同学。好了，很强，过了是不是？他过了，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一次啊！过了啊！你哪有过？好好折一下，你们不要，好好折，来。哎，纸都被你用光了啦！哎，我们这还要回收的呢。赶快折一折，这个单元赶快结束。哦，我们居然等你一个人而已啊！后面还有3个嘞。好，来，yes！ 哎呦！厉害！哎，没想到躲在后面呢，哎呀，也那么厉害哈。对啊。好，升蒙，按住这，好，好，你回去，好了，谢谢哈，回去哈，谢谢哦。好了，哎，还要再玩吗？还有 round 3哦。还有吗？还有，来。吃家了。好，文竹、哲伟，还有慢点。哎，给做个全部白的嘞。哈，哎，少奇老师他嘞。少奇欣赏懂厉害嘞。哎，少奇欣赏厉害嘞。真的吗？真的。为什么？因为他刚刚帮我改造飞机，然后就飞好远。真的。真的。好，来，好，请厉害。准备好了哈，预备起。有。少奇老师，你存一种了，加全部分给10张。全部分小康老师。得嘞。一种有8包嘛，有8包。吃宽啊哈。吃宽啊。8包哈，冇当顿给隔壁的你留青豆啊。哇，老久。哦。第一只好了嘞，由少奇欣赏飞机起飞。跟他借一张，这个太小了。强用台。来，哲伟哥。哎，天理航道，哎，查一七嘞。好了，再来，好，继续，哎，看似简单，模案简单。模案简单。哎，罗哥要不要再折一只啊？不要好了，算了，怕耽误大家时间。你现在折直接丢就好了。对，刚刚哲伟有讲啊，现在书店有卖一本书，就是专门折那个飞机的。纸飞机就会这个底部给检查了，就做的是架编纸飞机，你做的各式各样的纸飞机。哎，这本买本生意的搞哦，文竹又好了哦。好了，文竹，来哟，加油，文竹加油！一次成功，哎，磨，哇，飞机失事了哈！哎呀 ，Silky 欣赏很大只哎。好来，慢影先，好，蛤蟆老师先，哟呼，耶！厉害，耶！厉害！哇，真的没想到他还会写词写曲，还会折纸飞机，还会扮女装，很厉害，真的。好了，谢谢三位，谢谢安子 C。好，要到单眼就高台了哈。好凌乱哦。没。哎，这个就是童趣。哎呀，好高。没有好高啊哈。好来，杀好了。来文竹带了后堂的歌曲哦。好来，弹快啦。从我过去的离我，行过天桥就看见一条路，来来去去的脚印，踏上夜风风地图。
当年离家的一家，俗世的俗把阿姨，就变成三分家，隔壁零三。国家讲天南地北，无讲国家法，国家。俩字念看相片，一家门一家，国家老天白的一家，讲法国家土爱转去，过去的无效。从无故意迄里无，行过天桥就看见一条路，来来去去的脚印，踏实浮浮地图。从无的路弯弯，想起当年离家的一家，俗世的俗把阿姨，就变成三分家。隔壁零三，国家讲天南地北，无讲国家法，国家俩字念看相片，一家论一家，国家老天白的一家，讲法国家土爱转去。不好，一路行过风雨，你曾把灯描云，丢丢踏踏，酸甜苦寒，人生的里程就像孤单。路弯弯，想起当年离家的一家，来来去去的脚印，踏实的浮浮地图。压力很大哈，演唱，演唱招的嘛？哎呦，演唱招的嘛？赞哦！真演做的，而家叫董演总讲强送唱出做的嘞，勇敢唱，勇敢唱。跟你做嘛？佢唱歌的時間你要學貓。無嘅條啊要轉來啊！我要轉來啊！係啊，要跟轉來本嘅壓力啦。我本帶去上過去學貓，冇本嘅壓力。係啊，我想一唱安好轉來彈。哦，係啊，鼓勵難看。今天童年回憶哈，這些時間有冇該好高誒？因為小時候很喜歡那個打水漂。用個沙條啊！沙條要剪扁的哦，東後高。然後就是小時候一群那個小孩子就會到那個去應該填紅啊，還有那個舞有冇？啊，較調皮，然後就會比賽打水漂安尼。啊，有一拜就本給阿伯阿爸用電啊。哦，因為他就牽了一隻狗，然後我們就一群孩子就是跑，後來跑到那個坡上面，因為那露營家，松家嗰邊，嘿，啊就都下坡啊，就來，很叫我叫呢，對，沒有把牽着，哦牽着，對，可能有點像需要他來幫助，對，也不敢放，然後我們就這樣來呀，你來呀，你來呀，給小子，對，很調皮，後來就是他都追不到，因為有幾次之後追不到，就覺得啊有點可憐，然後就好了，不要去玩他的田這樣子。對，還有個就是因為我們家在那個田烘哈，有個那個井啊，井，醬，然後那個被填，水井，然後被填平了，就有那個有奶哈，然後就抓蝌蚪，抓蝌蚪的時候就看得很認真哦，然後一下哇。我被推倒，豆桃栽，對，然後一起來整個都約奶，然後就追着堂姐這樣跑，就小時候很多，對，很好玩，對。你那豆桃栽呢，就是後在爬起來，就有被拉起來，其實因為那個會吸住。
有奶啊，对，那个会吸住。这么多偷戏了，哎呀，都无法。就等候告啊，还有告给 BB 蛋。BB 蛋，本来迄拿个做给有冇？做成那个弹弓啊，很喜欢拿杀头人这样子，射人啊，就跟我弟打仗啊，对，然后玩一玩，玩到他玩不赢我，我射比较准，他后来生气，看到去买个总钱去买个 BB 弹，哦哟，就是要来对付。几勇士就有 BB 弹好买啊？有啊，钱呐，钱啊，做给你钱啊。你就去买一个来打，你就说嘞，就是来对付我。哎呦，我又比较会躲，就拿我妹来挡，打到正中心。哎，你也很聪明哎。他说哈哈，打不多呢。那个 BB 弹那也是很强烈，懂体验的东西嘞，小朋友不要学哦。对，不要玩，不要随便玩。你可以打一些瓶子啊，那个字哎，要做的莫打人呢，不要打 BB 弹，没有打那就是可以打一些游戏打一下就好了，好吗？好了，阿金不赢，哎呀，那给他带的马个游戏。我带一个我们常去夜市逛街会玩的那个吊酒瓶的游戏。吊酒瓶，哎呦，看好来搞。吊马子可能比较好吊一点。那是你很好吊，没有。好来，看好来搞呀，吊酒瓶。一个东啊西啊，一个天地。哎，你没有撇，看到人踩高跷真的很厉害。这有什么困难度？哎。我跟你讲，齐娜就有困难，他可能我这踩下去他就变半罐，你要不要看？我要看升半罐。来，共享就蛮高。来。首先，我们要先距离一小步，就这样子。一步呀，一步，对，不可以靠太靠近。你的一步还是大家的一步？就这样子。是人类的一大步啊。差不多。然后啊，我们就是比赛，看谁先把酒瓶立起来就赢了。这很简单嘛。不会轻难吗？有个高嘞，距离嘞，高嘞，距离嘞，罗哥来。预备，起。哎，庙会被关卷嘞！不要闹鬼啊！庙会被。哎呦，思君来到了！哎呦，好起来！哎呦，幽默嘞！套个头那么难，进去啊喂！哎呦，你们有冠军已经拿起来哦！哎呦，声音哦，速度哦！哎呦，做不对，这么难哦！真的冇简单哦，有按难呢，真嘅！哎呦，今天关的黑发嘞。总得用套进去嘞，套到底可以吗？不行，会不好出来。它会滑，不好出来。套太紧会不好痛出来，套到底它会痛。喂，指导花心了。喂，有马上，我们3个同时倒进去。啊！关的黑四根才细细的框外面出毛了，进来！一天到底堵，一天到底百度。嘿哦。我们现在也不要求那么多了。如果压式喊到哪？压式它底下会垫那个，让它有斜板。其实哦，哎呦，司机，好厉害！哎，好厉害，站起来了，好厉害！厉害！怎么？听起来他们好像瘫痪很久。男生会站起来是应该的，女生没关系，女生就躺着就好了。好。对。哎呦，我们稍微教一下嘞，如果教你要教一下。快点懂男样哎，傻傻的比哈。来，从小弄你的看他教。哎，快点懂男呢。哎，赖文竹这个感觉运不太好。过一下。啊，哇，位置没关系，风水啊姐，来了，预备起，进去就很难。哇，这位哥太厉害了吧！哎，加油，加油，锦良姐！叫我，罗哥转一圈嘞！哎，罗哥，加油！我要用小康老师教我的方式，可是他不是不会起来。有了，2个比赛。有了！罗哥！罗哥，我刚本来想要先讲这个要靠什么，你知道吗？靠你要往前倾，然后你要跟着瓶子的那个方向，跟瓶子跳恰恰，你要跟瓶子的方向，对，顺他，刚刚罗哥就对，要顺着它放下去。你那是跳 breaking 了，你那个不是。改天哪一个庙哈，他举办庙会的时候，罗哥又可以滚铁轮，又可以拉。对，俺就做了一比赛啊！
哦哦，什么太高？哎，第三韩云你会告吗？来，第三回合，来，那个讲的一口好选好酒瓶的小康老师。哦，佩萱，来，佩萱来，哎，小康老师，来，你刚刚也讲的，又呛，来，哎，韩医生，来，佩萱，旁边手，好，来，预备，起。哎呦，但他这样就起不来了，他只能靠近。哦，我知道了，是不是要距离1公？对，要有一个步，然后对，超，做我们的手锅给啊，清凉。那刚刚我错了，厉害哦。但是你有跟酒瓶平行，来，佩萱来了，游戏王，厉害，有抓到技巧，哎，有，厉害。哎呦，小天老师，要录人家数位差了，小康老师，你要不要再给你一次机会？要，我要看。我只有一次机会，我刚才我讲了一口拉好酒瓶，我跟你讲。对，来改一摆。嘿，哎呦，来哦，嘿，娘啊，娘害了。亭亭玉立，你还是回去弹琴。哎呀，一弹琴好了，要不然来了哈。好，安子 C 哦。来，哎呦，皮钱厉害哦，厉害哦。安子 C，好，这边，下次就表现这个了。安子 C，对。等他可以3个瓶子立起来，他就在你旁边做街头艺人，好不好？好了，沙了，七只米带落后堂个口。好来，弹看啊。한국 호박 생인의 안동산 한국 수학草料嘅路面間寒色的陽高聳高下唔知講你要幾多年韓國西路變得愛人村韓國天橋親像無人照顧寒色的陽高呀高處幾度春夏秋冬一個東啊西啊一個天地比夜安久都呀咪夜愛樣地跟行北行南行到哪位喊起路我下最相愛傳奇比個東啊西啊都是給你比夜安眠都呀咪夜愛樣地跟行啊行到哪位不可永遠的心獨立比個東啊西啊比個天地比夜安久都呀咪夜愛樣地跟行北行南行到哪位喊起路我下最相愛傳奇比個東啊西啊都是給你比夜安久都呀咪夜愛樣地跟行啊行到哪位不可永遠的心獨立跟行啊行到哪位不可永遠的心獨立比原唱还好听哎！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版本，真的。来给值哎呀，好好听的！你刚刚在对 key 的时候，我听，这谁唱的？哎，你有讲第一句这种干什么？我说看，对，看，然后难怪我就看到吉娜这样，
哦，是这位。真好味道。你现在唱歌怎么更厉害，你要冲球。跟20几岁的时候那进步怎么这么多呢？好厉害哦！他现在有生命的历练，越老呢，哈，这声音状况会越差了，像我一样。没有，你没有差，只是没有那么好。我是很差。哎，不会，你讲这个对不对？没有，像他没有很胖，是很胖。为什么又有我？開玩笑啦，然後剛從韓國都上到當到畫面。哦，我細細時間教當到東西，因為用東西加太搞冇講到。以前有流行就是釣魚，你還記不記得？釣魚就是有一個，就是上面很痛，下面會流血。因為你而家。我第一那幹嘛嘅？有一隻演員咧排咗一隻，然後有一個魚會啪掉嘅。細細時間冇錢。我看營養滿洲，你聽記得？發魚嘅剪下來要削鐵，你知冇？哦，削鐵不要黏到魚嘅個刺誒，用麵線用筷子安尼，我們也可以釣魚啊，開玩笑。小時候，而且那個魚還可以下幾多分。譬如講，給啲個魚散下去了，背面是分數，你就得發圖發凍漿嘅魚，然後發馬蓋都做得，你釣，就算分數。哦，這是件有搞。沒有，我玩的是我是花錢買的，只是花錢買魚吃，對，買魚吃咩啊？難怪現在蛋白質這麼多。怎麼我上來你們都會講一些很特別？我是膠原蛋白。他剛說看，對不起，排泄啊排泄，還有我細細時間吼，我當桂林警官，我讀書咩冇認真，細細時間太假，譬如說玩那個什麼紙娃娃，你搞過嗎？有紙娃娃，我7月還要把它壓起來。因為我係合唱團，我好搞。男生大概只有15個哦，60個人嘛，15個男生，其他都女生。然後大家玩紙娃，天天搞紙娃有男生的啊，有嗎？有男的紙娃，這種是懂流行呢。我們鉛筆的當他床，這種是有彈過嗎？那男生是裸體嗎？也是，沒有穿內褲，有畫內褲呀，有畫內褲。可是最可怕的是個頭都會有。要斷掉，我每次那個同學對同學都會說，娃娃的頭不能斷哦，按骨頭的輕。對，你講個輕也是就會紅你了，真的很可怕，你不覺得很可怕嗎？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我都拿書壓着。你有玩過對？而且你這樣壓着，那個書還要坐在屁股底下，那是我們給他的咒語。哦，為什麼你們小時候都玩這種東西啊？對，是不是太黑啊？按電影講的東西，我都學來同學啊 ，Sam 的同學，我有陣子就你們不要玩這個，我來發明一個，你們一定沒有玩過的。我念龍潭國小6年1班的同學記得我哈，當時不是有橡皮擦嗎？然後我太太講，我們把橡皮擦切成那種小塊，很小很小方形，然後不是橡皮擦有懂得小咪拿來吃，沒有啦，放在鉛筆盒香香交換變香香豆啊。你把它弄很多，譬如說你的橡皮擦是蘋果口味，你的是草莓口味，對，我的是西瓜口味，我們搞彎，然後有那個一粒一粒的，然後後來變成什麼，你知道嗎？變成說，我們要交換的時候要做一些事情，你幫我去提那個水，我就給你5顆。哦，它變成貨幣的概念，哦，真的。我那時候就是發瘋。奇怪，你為什麼我們男生都會切一小塊，然後丟人？還有珍珠奶茶射女生，珍珠奶茶就是把珍珠吸在吸管裡面一排，然後看到喜歡女生就一直這樣射人。我們小的時候還沒有珍珠奶茶，對，真嚴哈。我們只有什麼粉圓，今晚下蛋。我們今天要玩這個嗎？沒有，這樣很累。我還以為你有準備橡皮擦了。我準備什麼？細時間有搞過嗎？搞嘛個？鐵桶，鐵桶有沒有？鐵桿呢？不是一踢，然後我們就趕快抖起來啊！對，然後他要去撿完回來以後，回到那個原地，你就要去抓它，有點鬼抓人的概念。對，是高勾呢。啊，真的有。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一踢，你要走到光復南。阿婆天不讓回來。天爺啦，你要走去國父紀念館。你要弄銅桿呢，有異曲同工之妙。來，年份桿啦，有嘛？以前啊，要我痛太痛嘛？我踢高痛嘛？沒踢的，看得臉就低。不是有踩高蹺嗎？你去沒有片看到踩高蹺真的很厲害。就想講，你用點風聲吼。
我们很想要长大，很想要长高啊，来踩上去，踩上去，哎呦，哇，好挺拔哦！来走路，好了，来，哦，你到光复南路哦。哎，老师，我要走，老师给我走秀的音乐。好，好来走秀音乐，来。噔噔噔噔。哎，有哎，很有哎，时尚。哇哦！哎，周董哎，请问一下，你很能驾驭这个奶粉罐？这有什么困难度？哎，我跟你讲，吉娜就有困难。可能我这踩下去就变半罐，你要不要看？我要看升半罐。来，不要小心那些，没有啦，没有，我帮你拿麦克风。要懂咱真的，那声音哦。哎，还是等一下，别人先玩一下。也是，万一真的是半罐，他可以。毛要紧，毛要紧。你要抓紧哦。不会。玩的，我不让你这样子做。还是你要做木兰这一段。你先踩，好，他可以，然后你手要拉，然后对，可以吧？让我们欢迎青年班来了，出巡啦！哦耶！然后你就定住，挥手。咱这个大口妈祖哈，哪讲讲，给两使出来的比赛，妈祖不进好不好？好来，哎，我跟你讲，不能只有你，有你就会搞的嘛，没有搞，来，搞一下好了，搞一下，那边笑到不行了啦，来，起搞了，搞一下，来，我们先，其实先那一双鞋千万不要买哦。其实做平，他平的，他平的，他唔万米平。好像来咯，哎，最后一棒。哎呦，有，小心，有没有变了？哎，快！哎呦，你看，好，小心。好了，你讲一下要搞。以前呢，特殊的时节出来呢分，譬如讲分两片嘛，哈，两片。哎，譬如讲去过新上，安尼 S 型、韩国去，阮佩萱再过来，安尼互换之后，看两一推时间。卖啥哈夹？你拄好有8-3年，这个分做两区比赛。看嘛啥时间哈夹？像这种的一天都 S 型一天 S 型哦，最安全哦，好了，好，来开始计时了哈，好，预备，来，预备，开始。哎呦，起过新上第一棒，起身后无按简单，你刚有起，我有点强。关住出来，做你讲嘅关嚟变天，咩做得啦？唔對啊，講乜怪道啊？聲音的配線，聲音，他可能還要取最短的路線。配線應該可以啦，給按強，用這位，配線輕微踩高蹺呢？啊，因為踩高蹺還上過電視呢，真嘅啊！好，轩，嘿，仙，我們仙，其實仙那一雙鞋千萬不要買哦。其實做平，他平的，他平的，他唔會未平。我剛龍羅哥講以前細細嘅時間，搞一個觀念，他細。恐龍偶像來咯，哎，最後一棒。哎呦，小心，快！你看，好，小心！牛用版嘛，碾踢，好，你这样你的粉丝会受不了，会哭，我跟你讲，真的。对，哎，你刚刚真眼看到恐龍搏鬥，哦，聲音，撲機，時間到，好來，記住1分14秒，14秒，雙腳哦，對，雙腳哈，好，來換下一組，我下一組，來，這邊個還有思君分組，蛤蟆老師，來，分組2片哈，分組2片，1分14秒，輕難樣嘞，在那邊，嘿，來，沒有，你們就一組筒子啊，你剛剛不沒有看人家怎麼玩哦。好，來，這位老師帶隊，好來，好，預備哦，預備。準備好了哈，來，預備起。聲音哦。哎，小碎步比較快啊，小碎步比較快，也安全一點。對。嘿，哎呦，來了。哎，用那種方式不查，小碎步，衝走的。嘿，來，穩住聲音哦。跟他關拳就會跳台步哎。嘿，太急了。對。小碎步它安全一些。哦，換蛤蟆老師耶！好了，蛤蟆老師，快點，上，趕快上！蛤蟆老師，呱呱，
老师应该用跳的吧？老师声音，老师，你是在做复健哦？你可不可以快一点？有没有？好了，安全第一啊！老师声音哦，哎耶，好，万思君。青蛙应该很会跳才对啊。不会走路，哎，我不要说服嘞。来，思君，好嘞，思君小心，声音。加油 ！OK， 时间到，1分3秒，哎呦，赵皮狗俩去养哎，好来恭喜，哎呦，恭喜哦，哎，但也没有奖品哈，好，谢谢大家哦。对，这个也好玩啦，就是在家里哈，用那的不要的废弃的那罐头都做得做，做得搞。因为啊，龙太家讲还要注意安全啦，因为人的天来哦，它滑啊，不说讲搞的时间正经特别声音呢，一定要加装皮筒。冇做有个那软垫呀嘛，搞炸我，我搞，嘿。好，不用钱的都好玩啦。对。好了，谢谢。自谁不用钱花创意的最好。真的，无限创意。哎呀，好，杀下来，杀了我有 Silky 蛤蟆老师带来荷塘的歌曲。好来，等过啦。有风也有雨，也有烟，有时无语。孤在天春空，烟烟梦，也有强生阳。生活中有不易，表下是人那一记。前往不安的路，不是行，有爱牵连你。天空也冷清，有你的温暖，山野空无情，有你来作伴。千里路，黑暗前世中路的幸福，总有万般事，艰难也爱吐，把前世有顽固，第一个脚步，万里路，不敢跌落风尘面世故，是用尘封路，地作也幸福，因为爱你，今生的缘数。千里路，黑暗前世中路的幸福，总有万般笑，艰难也爱吐，把前世有顽固，第一个脚步，万里路，不要跌落风尘世故，是用尘封路，地足也幸福，因为爱你，今生的缘数。谢谢什么？罗哥好，好。
真的，真的，就很悠游自在。今天很 enjoy 舞台嘅感觉，好 enjoy，真的。你到個年紀都底哈，都冇講當場噶啦。就是要回憶，我們要把握、珍惜現天才演對，有些那種我們時常講，我們失去了，尤其在疫情過了3年哈，你當然瞬間就失去。像我有那3年都有2隻學生誒，都是得這個新冠以後就瞬間就走了。所以我們大家在玩遊戲。沒有意思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珍惜現在擁有的，然後回憶過去，把握當下，對的。當你分分意過成發啦，係嘛？好了，今天有這個童年的回憶，有嗎？這個時間好搞的事情。其實我一生人哈，就很重要的一生人哦。他真的好黑暗哦，因為才是空色，天天用呢。我們要珍惜。齊國老師不要那裡哈，齊國欣賞的。一生人多倆哈有懂多嘅記憶，這個生人的一個記憶，有一隻記憶哈，是我到這輩子到現在可能不會忘的。哎呦，你發生什麼大事？沒有什麼大事，就是很靈異的事件。哎呦，剛剛講到有做紙人的，有做紙人的，紙娃娃，你是做什麼？充氣娃娃？下錯音樂了，下錯音樂。講一下真人的事情哦。以前馬福卡在這個中壢貨火車站，以前我們家是大戶哦，真人的大戶，連他變是現在變散戶，是不是？變散戶。現在住上這個中壢火車站到那個青雲大學，那整片都是我們家。我以前盆都應該擺槍。哎呦，真的啊！然後他那邊就講，一般哈很懂奇怪，在一般的全部人的田哈，另外一邊是墳墓。小時候不曉得嘛哈，就看到那個到晚上的時候，那個有特殊的個時間的時候，你看晚上11點多以後，你看那個墳墓，它有藍色的光會讓你起來，然後啵，是紅色一點點，然後起來啵一下藍色的，然後就沒有。還是你看到螢火蟲？對呀，螢火蟲是綠的。你一看個鬼牌那個，真的哦。啊，老師愛的。跟文竹跟水鴛鴦，沒啦，那個叫靈火，以前生爺我的水鴛鴦，那個懂講啊。哎呦，靈火，生爺時節我看過那個，你現在可以用科學解釋，那叫靈火。那其實，但有一個事情到現在的我們還沒有解釋。就我們那個小時候哈，我們晚上到6點多吃完飯7點哈，就會在建行公專，現在在青雲大學的門口，它有一個很大的場地，有那玩沙頭沙腳。啊！對，有沙頭沙腳，沙頭沙腳，就是你如果碰到他頭，他就輸了，或者是殺到你的腳，你就輸了。你來跟他玩一下沙頭沙腳，好中二哦！你們一隻手哦，一隻手。對不起，我真的殺到你了，對不起。你又太狠了！你每一次做評審老師的時候，他是不是有得罪你啊？沒有，他贏了。對不起，我剛沒有很用力啊，我真的很用力，是他要躲，不是因為他內功比較強。還是就是摸頭摸腳的意思，對不對？而且聽他講，他一定要剪。沒看過，這次真的是沙頭沙腳。是你剛剛有做效果，對不對？對，沒有做效，他還講，很慢動作。我沙頭，我不是要講這麼快樂的事啦，我講恐怖的事啊。人家恐怖啊，對不起。雞胸牙故事，雞胸牙故事。搞眼的嘛，就在那個門口搞。其中有一個晚上，認真談一下嘛。人家講靈異故事，靈異事件來了，對。晚上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們小孩子哈，國中、高中的時候，到大學我們有聚餐的時候，都講這件事。就我們五個小孩子的鄰居嘛。結果真的最後被殺頭殺腳。不是啦，我們在那個所以是每年7月的時候同學會，然後還跳那個3關嘛。過3關那個好，那有一天晚上到7點多的時候，
万里无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月亮，嘿，15、16号，嘿，然后突然间7点多，我们在玩很高兴的时候，突然一声闪电，然后很大的雷声哦，万里无云哦，老师干什么？哎，看万里无云哎，有女生在嘞，老师，那有这个好，可以好，老师继续做效果，对，继续，他就砰的一声，然后我们小孩子抬头一看。我看到什么了吗？看到一个罗马武士，然后罗马武士骑着一台那个马车，然后从那边就在月亮旁边，然后看着我们。是 ET， 不是真的 ET 风哦。然后我跟你讲，好，真的这样看我们5个小孩子，我那时候国小2年级，然后有国小3年级。你会不会在那天睡觉做梦？没有，没做梦啦。还是你刚好看了暴君焚城罗？为什么是罗马？不是，我跟你讲，那后面有后续。好，邦个一下之后，我们带他下。你有看到吗？有看，因为球马干，有看到这个没看到，我有看到，没有看到有。然后我们就盯着那边看个5分钟，哎，就没有了嘛。然后我们就继续玩嘛，对，玩。隔10几分钟哈，又突然一声更大的巨响，然后在这一次比较小，这一次有老师有等我们 Q 他，看他赶快一声打雷哈，真的是，砰！就看到那个月亮旁边就一条线这样。旁过去之后，就看到那个罗马的骑士，然后骑着那个马车从那个上面冲过来。哎呦，往你们冲过来，往我们这里冲过来，然后我们所以就吓一跳，然后就大家就好几个人就然后就跑嘛，就跑回家，然后他就唱了。没啦，真的啦。然后我们小孩子跑回家之后，爸爸妈妈说。这个脸色都发白嘛，给说哎，你的做法该，我就跟家人讲说，发现这个事情啊，给大家说你不神经哈，搞到懵铁了，点铁，他说你搞到点铁啦，他就说哎，那声音搞到懵铁点铁啦。你还没看布袋戏啊？幽灵马车跟欧北龙宫你搞在一起？不是，我跟你讲，这是真的。然后我们后来隔了2、3天之后，5个小孩子有3个发高烧。哎呦，有3个发高烧，然后我就他有快筛吗？快筛吗？以前我快筛的，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3版哈，那几10年了，是真的。然后一直都不会好。后来家人就带 N6，我们有家长有联络，就带 N6 给他去那个收金啊。哦，每一礼拜。然后后来我们你家发高烧，我也发高烧啊。我们家旁边3个人发高烧，然后一直受不了，然后晚上没办法睡觉，就半懵嘛，就整个发高烧没法吐啊。然后他就说。去法师那边给人家他说你不会刷掉啊，他说刷掉，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这个情况嘛哈，他说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他类似那个海市蜃楼安的东西，嘿，有可能。然后后来一直之后就我们这边玩了好几年都没发现安的事情。尤老师，你讲了大概快10分钟了，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没有关联。真的吗？对呀。我分享小时候很恐怖的经验，然后顺便玩游戏。上错单元了，我上错单元是上错单元。回来。一般有几位的讲还灵异事件，没有。庆业的时间，鬼戏的就搞啊，真的。我做咧神保庙，我做保庙哈，我要做了就讲的哈，他哈，我个刚刚的很自重的保庙。7月我们在做一个特别计划，纳凉计划，他讲的讲灵异故事。你们要讲好搞的啦。是，这赚了。深夜时间搞嘛东西？深夜时间搞广东哈，这个跟沙头沙脚过3关嘛。沙头沙脚，我有玩。来，那脚比较长。好，已经玩过了。然后给你看给谁玩该什么？就是以前生意呢玩过的，叫做什么竹竿舞。更改深夜时间加搞。这不是竹竿舞吧？不是吗？不是，那是脱衣舞。当。好，这个。老师，你刚刚那个是脱衣舞。对，你们那么先进。没有，我刚刚配乐配错了，来，我就是竹竿舞。竹竿舞，对，竹竿舞。他刚刚是配什么音乐？他刚刚是哦，配错了是吧？对你配错了。好了，来，竹竿舞，当旧模搞了，搞一下，来。新山，等下慢搞。准备好了，大家睇下吼，强下来搞，听你的音乐吼，然后慢慢的起脚，那脚背夹到一年吼，就是。跟你都用安尼无？
充满爱。怪怪的戏剧剧啊！对啊，杀头杀脚。哎呦，那干咪不？哎，就是因为蛤蟆不会行路，不会行路，不会数学，对啊，蛤蟆不会数学。好了，那就麻烦两位帅哥好不好？帅哥，你来掌控。不知道谁来吹谁没吹了。好了，可以来。那就 Suki 欣赏两句先了哈。好来，老师音乐可以准备。好 ，OK。先慢慢的来哈。Go。没有，拍子算错。你是音乐人呢？啊，他是怎么样下第一拍的？噔噔哒啦啦啦，噔噔噔。哦，好，我跟你讲，一时的一时也臭。要我示范给你看。好，来，罗哥示范哦，预备起。噔噔哒啦哩啦，噔噔噔，噔哒啦啦啦，噔噔。差不多，就这样，嘿，好了，好，预备起，噔噔噔哒啦啦噔，哎呦，噔哒啦啦哩啦，噔噔噔，有，哎呦，越来越快了，有。越来越急了，一定要急到，头家波，你们要打开啊！能长一点。哦，厉害！厉害！厉害！有家运动的人有差哦，厉害！好，其实我是一只。你也很厉害，老师。欣赏齐国老师也很懂厉害，懂厉害，很有高高，也真的声音有高高。尤其都给童子军训练营的哈，就有高压，就有高压。加可能不跟杀头杀尾杀，对，可能讲对嘞。啊，加音乐越变越快，对不对？小康老师在抽弄我们，叫他来玩一下。小康老师来，老师来，麻烦，来，我们音乐快一点。小康老师，我们派最强的给你，吉娜跟罗哥。哎呦，好，最强。我们也要啊，一定要啊，我们也要啊，要来，掌声鼓励。我是怕被他拖累。我不会拖累你的。真的？那你先。我很会玩这个。你先来。好了。打开一点哦。Go。午后呢，小康老师。哒哩啦啦啦，噔噔噔，哒噔噔哒啦哩啦噔噔。不要花式好不好？看罗哥。噔噔。来啊！怎么不回去？来，干！吉娜！来！你不是很会吗？他们这样子，他们两个棍子耍得不好，好不好？对，我也觉得，是不是？我家棍子不够开，就是不够开，太紧了，对不对？对，没有，其实它够开是他的脚太大了，你也卡到啊。好，接下来夹头，还有哪一种的呀？夹头的，夹头的，来，哦，来一撒哈，一撒。女生夹头，还穷哈吗？你还穷哈？要一起吗？好，一起来，小心哦，注意安全哦。你为什么要面对？你一定要面对他。不是啊，这样子他可能知道大概要夹到下手轻一点。哦，还以为你替你妹妹。我想说，你们两个还要这样子。真的，好来，好夹头的哈。也是头吗？差不多奖金给骗走的哈。开始玩了，龙轩轩。
哎，爱亲是不是太？哎，冯志军，你这边要开一点好不好？对啦，开一点啦。哎，爱亲到 Suki 欣赏的同伴了，你看看赖文竹像不像亲夫？哎呦，有些危险的，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对。对，没事，都过关了，都过关了。OK， 我今日这董好搞了，董好搞呢，对啊。哎呀，这边特别计划有搞游戏耶，我觉得今天是最好玩的一次，真的，好像就跟回到童年那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太棒了。他去给他搞青火搞，对，尤其刚刚杀头杀尾真的，杀头杀脚，杀头杀脚真的好好笑。杀头杀脚是本日经典，一定要剪成精华哦。对，而且请帮我慢动作，慢动作还有谁？慢动作。你的表情，阿曼老师他已经是慢动作。没关系，下一次7月的时候，青年班的时间，做对喽，特别给包的做灵异故事，做对，他刚才讲的有一些行业的，好不好？做对喽，什么那个？好，谢谢大家，谢谢小刚老师，谢谢老师们，谢谢。66667人666人，等开始开天吧，给我一时梦开始啊！小江老师，我最欣赏，辛苦嘞！天朝工作人员辛苦嘞，安子生。好，哈利曼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